你有冇試過成日覺得攰，但係唔知攰喺邊度？唔係嗰種做完嘢之後嘅攰，係嗰種瞓足8個鐘之後醒返嚟，都係覺得頭重重、腳軟軟，成個人好似電池永遠充唔滿嗰種攰。你有冇試過身體唔同地方痛來痛去？今日係膝頭，聽日係腰，後日係肩頸，有時係手指節，有時係腳踭。照完愛克斯光，照完磁力共振，醫生睇完報告話你冇事喎，好喎，正常嘅。但你明明痛緊，你明明唔舒服，你明明唔係扮嘅。你有冇試過一到夜晚皮膚就開始痕，係嗰種唔係好痕但係騷唔停嗰種痕，有時面頰，有時手臂，有時係背，塗過藥膏，睇過皮膚科，好幾日又再返嚟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冇食到好油膩嘅嘢，但係飯後個肚就係脹，唔係嗰種飽嘅感覺係脹，係好似有嘢喺度頂住你，要打嗝先舒服一少少。你有冇試過成日感冒，朋友係咁，你就係咁跟，啲人好返嘅時候你仲係咳緊，你好返之後隔冇幾耐又再注糧，覺得自己免疫力差到離晒譜。如果以上呢啲你有3樣以上係中嘅，我要你聽我講完今日呢條片，因為呢啲嘢好可能唔係你以為嘅問題，唔係心臟，唔係腎，唔係你心理作用，唔係你老咗正常退化，係你條腸出咗事。你可能唔相信，你可能覺得我條腸冇問題，我又唔係有腸炎，又唔係有腸癌，我偶然肚屙1、2次，大便唔係好規律咁啫嘛，唔係好普通。普通係好普通，係多少人都覺得係普通，就係因為覺得普通，所以拖足幾年都唔去理，就係因為唔去理，所以嗰把火係咁燒到你全身都係煙，但係你望唔到火喺邊。我今日唔係同你講大道理，我係要同你講一個你可能從來冇諗過嘅可能性。你多年嚟成身唔舒服，根源好可能係喺你條腸嗰度腸入面。跟住落嚟，我同你講3樣嘢，3樣你每日都可以食到嘅嘢，係街市有得買，係超市有得攞，係你平時已經知道，但係你做唔啱嘅嘢，唔係靈丹妙藥，係一套，係要一齊做先有效嘅一套。好多人食益生菌食咗幾年，話冇用。唔係益生菌冇用，係因為佢哋只係做咗3樣嘢入面嘅1樣，另外2樣冇做，所以個效果係咁散。聽我講完先，你就會明，你條腸係你全身嘅地基，地基唔穩，你喺面上面起幾多層都係白費。你諗清楚，你係咪已經有以下呢啲情況？大便有時成形，有時唔成形，或者幾日先一次，或者1日好多次。飯後個肚脹，要放屁先舒服。夜晚皮膚痕，早上起身口臭，飲晒水都唔去得喎。成日覺得攰，但係唔知點解，情緒低落，或者一陣唔開心，冇原因。呢啲係你條腸喺度同你講嘢，你有冇聽到？我哋依家就開始。你以為係年紀大，其實係條腸喺度燒。50歲之後，好多嘢開始變，你知嘅。膝頭開始唔掂，腰背時不時扭一扭，頭髮少咗，記性差咗，體力唔係以前咁。你接受晒，你話正常層，人老咗咯。但係有一樣嘢，你唔知道佢係點樣慢慢蝕你。腸道慢性發炎，中醫叫陰火，易經叫暗耗，唔係嗰種急性發作，個肚搞住你，要去急症室嗰種，係嗰種細細粒嘅火，像炭爐火，唔見明火，但係咁燒，一燒就係幾年。因為佢唔痛或者唔係好痛，所以你唔去理。因為你唔去理，所以佢係咁燒落去。你以為係天氣濕熱，所以皮膚痕；你以為係壓力大，所以瞓唔着；你以為係年紀大，所以關節痛；你以為係飲少水，所以口臭；你以為係冇做運動，所以成日攰。每一樣你都有個解釋，每一個解釋都唔係完全錯，但係每一個解釋都係治標，唔係治本。真正嘅本係你條腸道已經開始破壞，已經開始漏，已經開始向你全身放送一個叫做炎症信號嘅東西，而你嘅免疫系統每日都係咁回應佢，消耗你嘅氣血，消耗你嘅元氣，消耗你本來可以用嚟行路、用嚟消化、用嚟瞓覺嘅能量。你以為係年紀大嘅嘢，係你條腸燒咗太耐嘅嘢。呢兩樣唔一樣，年紀大係唔可以逆嘅，但係你條腸係可以養翻嚟嘅。明唔明白呢個分別？係可以養翻嚟嘅，但係你要知道係點養，你要知道係點做，你要知道你做緊嘅嘢係咪真係幫緊你條腸，定係你以為幫緊，但其實係冇用。講落去之前，我先同你解釋清楚，條腸點解會漏，漏咗又點解搞到你全身唔舒服？腸漏係點一回事？
你條腸入面有一道牆，呢道牆係由無數個細胞砌成，每個細胞同細胞之間有個接縫。正常情況下，呢個接縫係收得好緊嘅，緊到只容得下營養素通過。大嘅嘢、細菌嘅碎片、未消化完嘅蛋白質，一律唔俾過。你想象佢係一道磚牆，磚同磚之間有灰漿砌住，砌得好好，滴水不入。但係如果你長期食錯嘢，長期食太多精製糖、太多白粉、太多煙肉、腸仔午餐肉、太多油炸嘢、太多酒，再加上長期夜睡唔夠、長期壓力大，呢度灰漿就會開始鬆、開始裂，磚縫開始大，開始有嘢係唔應該過嘅嘢流過去，落你條血管入面。啲東西流落血管入面，你嘅免疫系統即刻見到呢啲係咩嚟？係外來嘅，係危險嘅，即刻拉響警報，即刻出動兵去對抗。呢個就係炎症，係一場全身性嘅細嘅戰爭，每一日係咁打，每一日你嘅身體都係咁消耗。呢把火燒到你關節，關節發炎，你覺得痛，但係照相係冇嘢，因為唔係骨壞，係炎，係無形嘅火。呢把火燒到你皮膚，皮膚係身體嘅後門，身體想將啲毒素逼出去，皮膚就係你痕嘅地方，就係你暗瘡生嘅地方，就係你嗰片濕疹走來走去唔斷根嘅原因。呢把火燒到你個腦，腸同腦係有一條直線連住嘅，叫腸腦軸，英文係腸腦連繫。中醫早就講過，脾主思，脾胃差嘅人思緒亂，多思多慮，瞓唔着，情緒低落。呢唔係你心理問題，係你條腸燒緊火，個腦感受到，所以你覺得唔開心、攰、冇動力，好易煩躁。呢把火燒到你免疫系統，你成日感冒，成日咳完又咳，同事好咗你仲係咁，因為你嘅免疫系統忙住打條腸嗰場仗，唔夠兵去應付外面嚟嘅病毒。你而家明唔明白點解你係咁唔舒服？但係醫生話你冇事，係因為佢哋驗唔到呢把火，佢哋驗到嘅係結構性問題、骨裂、腫瘤、感染。但係你呢種慢性低度炎症係需要整體睇，從生活睇嘅。佢哋唔係唔關心你，佢哋係用另一套工具睇嘢，而我係用另一套方法同你睇呢把隱形嘅火。將軍澳嘅陳伯故事，我有個街坊姓陳，係將軍澳住嘅。63歲，退休前係地盤工頭，做足30幾年，身體一直係咁好，話自己係鐵打嘅人。退休之後，本來以為可以享下福，帶下孫去下茶樓，打下太極，但退休唔夠2年，佢開始覺得唔對勁，膝頭痛，去睇醫生，話係退化性關節炎，正常嘅，年紀大嘛，打止痛針，食消炎藥，好少少又返嚟。頭痛，以為係高血壓、量血壓，正常，去睇神經科，做晒全套，冇嘢。全身骨痛、腰背痛、肩頸痛，照磁力共振，報告話輕微退化，屬正常範圍。胃口越來越差，飯後個肚係咁脹，大便唔規律，有時3日先一次，有時1日2、3次，形狀係咁唔同。陳伯話最難受唔係身體痛，係個感覺，係嗰種成個人喺度壞緊，但係唔知喺邊度壞，又唔知點算嘅感覺。佢仔女都有工做，唔係話唔關心，係真係忙。有時打電話嚟問下，佢都話冇事，因為唔想煩佢哋，因為醫生都話冇事，因為你又唔知點解釋。我覺得成個人喺度散，但係我唔係撒謊，我真係唔舒服。佢有一日喺診所等睇病，喺度同人傾偈，旁邊一個阿嫂話佢：你食唔食益生菌起？我食開，對腸胃好起。陳伯就開始食益生菌，每個月幾百蚊，食咗差唔多2年，肚脹係冇好過，膝頭都係咁，皮膚夜晚都係咁痕。佢以為嗰啲益生菌牌子唔好，換過幾隻都係咁。有一日佢同我講起呢件事，我問佢：你每日早餐食咩吃？佢話麵包、白方包，有時加條腸仔，有時加芝士。我話你益生菌係幾時食藝？佢話跟住早餐食咯，1粒。我話你當個益生菌係一班新搬入嚟嘅好人，但係你冇俾佢哋食嘢，你俾佢哋住嘅屋係一間空屋，而且你每朝餵佢哋白麵包同腸仔。你知唔知白麵包同腸仔係邊個最愛食的？係壞菌。你喺度養緊壞菌，益生菌根本爭唔過。陳伯靜落嚟諗咗一陣，話咁我要點做？我話唔係換益生菌，係要同時做埋另外2樣嘢。
後嚟陳伯試咗轉做燕麥粥，加半條番薯，仲係食嗰隻益生菌，但係改咗喺晚飯之後食，每日飲粥水，戒咗晚上嗰杯啤酒。3個禮拜之後，佢話大便成形咗，唔係日日，但係規律咗，肚唔係咁脹，最出奇係膝頭痛輕咗，唔係完全冇，但係輕咗好多，皮膚仲係有少少痕，但係唔係咁頻。係同一隻益生菌，係點解？因為佢而家係俾益生菌食嘢，而唔係叫佢哋喺空屋入面捱餓。呢個分別就係今日我要講嘅核心。上水嘅梁婆婆同啲菜心，我仲有另一個故事係上水嗰邊，姓梁，70歲，一個人住，女兒係英國。梁婆婆係一個非常注重健康嘅人，佢幾十年嚟每日早餐飲白粥。午飯晚飯一定有2碟菜，菜心、芥蘭、通菜、西洋菜，全部清炒或者著，好少油，基本上唔食肉，偶然食少少魚。佢話自己唔食嘢嘅，應該腸胃好起，但係佢係咁便秘，唔係日日，但係3日、4日先一次，每次都係好辛苦，要用力，有時帶少少血去睇醫生，話係痔瘡，正常嘅。佢唔明喎，我食咁多菜，點解仲係便秘？你亦都可能唔明。因為你以為食菜就係食纖維，食纖維就係對腸好，但係纖維有2種，第一種係不溶性纖維，就係菜心、芥蘭呢啲係嗰種係腸入面掃地掃廁所嘅纖維，佢幫你清走廢物，但係佢唔養益生菌。你想象佢係一把掃帚，掃完之後腸係乾淨，但係腸入面嗰班益生菌冇嘢食，照樣係捱餓。第二種係可溶性纖維，係你條腸入面嗰班好菌嘅食物，係益生元，係薯仔、燕麥、洋蔥、蒜頭、蘋果、香蕉、紅腰豆入面那種帶少少黏性嘅纖維。益生菌食到佢先會生長，先會繁殖，先會守住你條腸道嘅腸。梁婆婆幾十年食菜係掃地，係清廢物，但係冇養人，腸入面乾乾淨淨，但係益生菌根根係餓，根根係弱。條腸嘅牆係薄嘅，係脆嘅，係容易漏嘅。後嚟我叫梁婆婆每日早餐加半碗燕麥，加幾件蒸番薯。佢問燕麥唔係肥嘅咩？係咪真係有用？我話你試3個禮拜，你告訴我。3個禮拜之後，佢打電話嚟話大便順咗好多，唔係每日，但係2日一次，唔使好用力，都係有啲菜，但係冇以前咁辛苦，係加咗半碗燕麥，幾件番薯嗰個分別。街坊，你係咪都係咁日日食好多菜，又食開益生菌，但係個肚都係脹，都係唔順？你食嗰啲究竟係掃地定係餵人？留言話我知你早餐平時食咩，等我睇下問題出喺邊。中醫點睇你條腸？易經點解你成身唔舒服？中醫有一句話，脾胃係後天之本，你出生嗰刻，父母俾你嘅元氣係先天之本，固定嘅。用少1分係少1分，但係後天之本係你每日從飲食入面攞翻嚟補充嘅氣血，係可以養、可以補、可以填翻嚟嘅。脾胃係負責消化、吸收、轉化食物成氣血嘅系統，而條腸係脾胃系統嘅核心執行者。中醫話70%免疫力係喺條腸，呢句話係幾千年前講嘅。現代醫學而家先證明，腸道嗰度係全身最大嘅免疫器官，有70%以上嘅免疫細胞係喺腸道入面待機。條腸唔好，氣血生化唔足，氣行唔順，中醫叫做氣逆。氣唔係向下走，係向上衝。你口臭係氣逆，你飯後反胃係氣逆，你成日打嗝係氣逆，你飲晒水口都係乾，係脾唔能夠將津液散布，唔係你飲少咗水，係你條腸轉化唔到。而易經入面有2個卦係我覺得最能夠解釋條腸健康係點影響一個人全身嘅。第一個係太卦，係地天交泰，係天地之氣相交，陰陽相通，上下流通嘅狀態，係最好嘅狀態，係萬物生長嘅狀態，係一個人氣血充足，上下通調，精神好，大便順，瞓得着嘅狀態。腸好就係泰。第二個係否卦，係天地不交，係上下閉塞，陰陽隔絕，氣機一滯嘅狀態。天係上面，地係下面，唔相交，各走各，萬物唔生，係停滯，係阻塞，係問題，係累積嘅狀態。腸壞就係否，你而家係泰係否？你望望自己，你大便係咪順？你瞓係咪好？你精神係咪夠？你條腸係咪唔脹、唔痛、唔不舒服？如果你係否嘅狀態，你唔係要認命。易經話否極泰來，冬天過晒，春天一定嚟。
但係你要做嗰個讓春天嚟嘅人，係要你積極去做，而唔係等。你養好條腸就係由否行返去態，而養腸係有一套做法嘅，唔係隨便食。下益生菌食下菜就算，係要做齊3樣菌，糧油滾加糧加油3樣缺一不可。你而家明唔明白點解你食益生菌食咗幾年都冇大效果？因為菌係第一樣，但係你冇做第2樣同第3樣，3樣係一套，係一個整體，係缺一不可嘅。你將個益生菌諗成一班新嚟嘅好鄰居搬入你條腸嚟住。第一樣菌係請好鄰居入嚟住，第二樣糧係俾好鄰居食嘢，俾佢哋生活，俾佢哋扎根，俾佢哋繁殖後代，留低落嚟，唔係食完就走。第3樣油係幫你條腸嘅牆修好，俾好鄰居有一間結實嘅屋住，唔係漏水爛地板嗰種屋。3樣一齊做先有效，只做第一樣冇用。益生菌係過客，今日入嚟，明日出去，你日日放新嘅入去，日日出去，永遠係咁循環，永遠唔會有積累。只做第2樣，冇人住，有糧又如何？只做第3樣，牆修好了，但係入面係空嘅，都係撐唔住。一定要3樣一齊。我哋逐一講。第一樣，菌請好鄰居入嚟，菌係益生菌，係你要引入條腸嘅好細菌，係幫你打仗，幫你守門，幫你消化，幫你製造維生素，幫你同腦溝通嘅那班人。你可以從2個地方攞到活嘅益生菌。第一個係發酵食物，係廣東人好熟悉嘅嘢，腐乳、泡菜、酸菜、豆豉，呢啲係老祖宗幾千年流傳落嚟嘅東西，唔係時尚產品，係智慧。腐乳一小件，泡菜幾片，係你每日都可以輕易加落去嘅選擇。但係有一點要注意，呢啲發酵食物普遍鹽分係高嘅，唔係叫你食好多，係食少少，1-2件腐乳，幾片泡菜，少少酸菜就夠，係調味，係配搭，唔係主菜。特別係高血壓嘅街坊，更加要控制份量，唔好一食就食晒一碟。第2個係益生菌補充劑，係粒裝，係粉裝，係飲品裝嗰啲。呢度有2個陷阱，係好多人跌落去嗰2個。第一個陷阱，你買嗰隻益生菌飲品係咪有加糖呢？係咪寫住幾十億個活性益生菌？係咪廣告打到好勁呢？你望一望成分表，糖係幾多克？如果係有糖嘅，你每日飲，等於你係喺度養壞菌。因為糖係壞菌最愛食嘅嘢，益生菌入去之前，壞菌已經先食飽，益生菌真輸，落荒而逃。所以記住揀無糖嗰款，唔係少糖，係無糖。第2個陷阱係時間，好多人係朝早空肚食，或者跟住早餐食。問題係你胃酸係早上最強嗰個時候，酸性係最高，益生菌吞落去，大部分係未去到腸就已經被胃酸殺掉。研究話，正確嘅時間係晚飯之後，跟住食物一齊食，因為食物可以緩衝胃酸，保護益生菌安全，通過胃到達腸道。所以唔係換牌子，係換時間，每日一次，少少份量，跟晚飯之後食，然後喝足夠嘅水，讓益生菌順利去到腸道，係需要持續，唔係食一次就算，係要每日，係要規律，係要長期。第2樣，糧俾好鄰居食嘢。糧係益生元，係可溶性膳食纖維，係益生菌嘅糧食，係你腸道好菌賴以為生嘅根本。佢唔係益生菌本身，但係冇佢，益生菌活唔落去。你而家想一想，你每日食啲咩係可溶性纖維嘅？洋蔥係，蒜頭係，蘋果係，香蕉係，特別係未完全熟透嗰種略青嘅香蕉，益生元含量更高。紅腰豆係。燕麥係咁重要，所以講多次，燕麥入面嗰種叫貝塔葡聚糖嘅成分係益生菌最愛食嘅糧食之一。番薯係廣東人好熟悉嗰種食物，入面嗰種帶甜帶黏嘅纖維，正正係益生菌嘅食糧。你諗諗呢啲嘢，你平時係咪食得少？好多人每日食嘅係白飯、白麵包、白麵、豬肉、雞肉、炒菜，然後益生菌，然後奇怪點解冇效？因為你嘅早餐係白麵包，益生菌冇嘢食，食完1個鐘就死嘅。改一改，唔使大改，係小改。早餐加半碗燕麥，可以係燕麥粥，可以係燕麥撈熱水，焗10分鐘，唔需要好複雜。午飯或晚飯加幾件蒸番薯或者薯仔，煮菜嘅時候加半個洋蔥落去一齊炒，
廣東人唔係唔識食洋葱，係少食，係唔習慣，但係洋葱係非常平、非常易買到嘅益生元。有時食飯加少碗紅腰豆湯，煲一煲，分幾日食，好簡單。唔係叫你每樣都做，係叫你每日係其中一兩樣入面揀一樣做，做得到先做，先讓益生菌有嘢食先。有一樣嘢要注意，如果你以前食得少纖維，突然食好多，你條腸係適應唔到嘅，會有脹氣，會放屁，會不舒服，所以係要慢慢加。第一個禮拜加少少，第二個禮拜多一少少，循序漸進，俾你條腸時間去適應。一下子食太多，你係會脹到唔舒服，係唔係目標？記住，同時要飲水，食多纖維，但係飲水不足，後果係更嚴重嘅便秘。每日6到8杯水係配合纖維一齊嘅，缺一不可。第三樣，油幫條腸收場。講到油，好多廣東人即刻諗到少食油、少食肥，油係唔好嘅。唔係所有油都係一樣，有啲油係你條腸腸嘅修建材料，係你腸道細胞嘅建材，係你修補腸漏嗰道牆嘅原料。呢種油叫做奧米加3脂肪酸。廣東人叫做奧米加3魚油，但係唔一定要食魚油膠囊，係可以直接從食物入面攞到嘅。最易製到、最平、最適合廣東人嘅奧米加3來源係沙甸魚、秋刀魚、吞拿魚罐頭，係街市有得買，係超市有得買，係好平嘅食物。但係佢嘅油脂對你條腸嘅幫助係非常之大，幫到你點？條腸漏嗰道牆係因為細胞同細胞之間嘅接縫鬆咗。而奧米加3係幫你將啲接縫收返緊嘅材料，係幫你重建嗰道屏障嘅原料。益生菌入嚟之後，先有一間好屋住，先有結實嘅地方落腳扎根，先唔會咁容易被趕走。係食幾次就夠嗎？係食幾多？一個禮拜3次就夠，唔使日日。每次一條沙甸魚或者一罐吞拿魚足夠。但有幾個注意：第一，唔好煎。煎魚嘅時候，高溫會破壞奧米加3嘅結構，就係你以為食到，其實冇收到效果。最好係蒸、係灼、係焗或者係罐頭原汁。第二，罐頭吞拿魚入面嗰些油通常係普通植物油，唔係魚嘅奧米加3，所以罐頭魚係好，但係罐頭入面嗰些油水沖走佢，食魚本身。第三，選魚嘅時候係街市買嘅。望眼睛，眼睛係清澈係明嘅係好魚，眼睛係混濁係白嘅係唔新鮮，係聞氣味。好魚係有腥味但係唔臭，臭嘅係唔好。仲有一個亞麻籽係植物來源嘅奧米加3脂肪酸，係比較適合唔食魚嘅人。但係亞麻籽有一個重點，一定要磨碎先食。如果你食完整顆嘅亞麻籽，佢係完整咁通過你條腸，一點都吸收唔到，等於冇食。所以係買磨好粉嗰種，或者自己磨，加落燕麥粥入面，或者加落粥入面，食落去先係有效。亞麻籽唔好食太多，因為卡路里係高嘅，每日1湯匙係夠，食多無益。深水埗嘅李伯同我抽係嘅補充劑。我仲要講另一個街坊，係深水埗嘅李伯，65歲退休公務員，好仔細嘅一個人。佢話自己非常注重健康保養，每個月係健康食品店花好多錢。佢嗰度有一個抽契，係專門放健康補充劑嘅，魚油膠囊係有，益生菌係有，護膝嘅葡萄糖胺係有，護眼嘅葉黃素係有，維他命 C 係有，鈣片係有，輔酶黑實係有。每個月花成千幾蚊，食唔少，但係效果一直唔太明顯。肚係咁脹，大便係咁唔規律，膝頭係咁痛，精神係咁唔好。問題出喺邊？問題唔係佢買嘅嘢唔好，問題係佢買嘅時候係一粒一粒分開買，分開食，冇諗過呢啲嘢係要有一個根基先至吸收到。你條腸唔好，你吸收能力係差嘅。你食落去嘅嘢10成只係吸收到3、4成，其餘係出去咗，係便便度出去咗。你係用錢買補充劑，然後沖落廁所。李伯後嚟係我介紹之下，唔再亂買一堆，係集中做菌加糧加油呢3樣，改成每日燕麥粥加番薯加1-2件腐乳早餐，一個禮拜3日食條沙甸魚，晚飯後食1粒益生菌，洋葱炒菜常做，紅腰豆湯隔日1煲。1個月之後，佢話大便正常咗，肚冇咁脹，膝頭都有少少好轉，最重要係精神好咗，係嗰種唔知點解充電充到足嘅感覺。然後佢話我個月慳翻成千幾蚊，係嗰啲街市買嘅嘢全部加埋唔使200蚊。市場上最貴嘅嘢唔一定係最有效嘅，最平嘅嘢配合得啱先係真正有效。
你唔好食，要停，要注意嘅。講完做咩？一定要講唔好做咩？因為你一面養一面破壞係唔會有進步嘅。呢啲係你可能每日都係做緊，但係咁燒住你條腸嘅壞習慣。第一，糖同白精製澱粉，白麵包、白米飯食多冇問題，但係你加埋甜餅、甜糕、腸粉加甜醬，早餐麥片加糖加蜜，珍珠奶茶、汽水，呢啲係壞菌最愛嘅食物。你一日吃幾次？壞菌係食得肥肥白白，益生菌係餓到無立錐之地。第二，加工肉類、午餐肉、香腸、臘腸、火腿呢啲入面嘅防腐劑、色素、硝酸鹽係直接破壞益生菌生存環境嘅物質。唔係講緊偶然食一次，係講緊你日日朝早腸仔包、日日叉燒腸粉、日日午餐肉炒飯呢種頻率。第三，重複高溫回鍋油，你係主食鋪或者快餐店食嗰啲油炸嘢，係用多次重複加熱嘅油炸出嚟嘅，呢種油係直接刺激腸道黏膜，直接加速腸漏嘅食物。在家煮食冇問題，係外出食嗰啲油炸食品要注意頻率。第四，酒，特別係啤酒。好多廣東人係有飲啤酒習慣，飯後一杯，睇波一罐，係覺得係享受，係放鬆。但係酒精係直接破壞腸道黏膜嘅，長期飲係用酒精慢慢燒你條腸，燒足10年、20年。偶然飲係另一回事，但係日日飲係喺度破壞你辛苦養返嚟嘅腸道屏障。呢啲唔係叫你完全唔食唔飲，係叫你減頻率，係唔好，日日係唔好。同時你養得有多努力，就要少破壞多少。記住，你係一面養一面破壞，係注定係原地踏步嘅。你一定要去睇醫生嘅情況。講到呢度，我有幾句一定要講清楚嘅話。今日12日常飲食保養係養唔係治，係幫你條腸建立一個好嘅環境，係幫你減少慢性炎症嘅燃料，但係唔係叫你用食嘢代替睇醫生。如果你有以下情況：大便帶血、黑色大便、腹痛嚴重或者持續超過幾個禮拜，唔明原因嘅體重急速下降，食唔落嘢，肚子喺度有明顯硬塊，唔好靠食嘢去壓住，係要立刻去睇醫生，係要做檢查，係要排除嚴重腸道問題。食嘢保養唔可以取代醫療診斷，呢個係底線。如果你係正在接受治療嘅病人，係食緊特別藥物嘅，比如係用薄血藥嘅朋友，食大量魚油係有機會影響凝血功能嘅，一定要先問你嘅醫生。如果你係痛風患者，部分高嘌呤嘅魚類係要注意份量嘅。如果你係對海鮮過敏嘅，魚嘅選擇係要仔細睇嘅。如果你係免疫力低下嘅人，係接受過大手術，係接受特殊治療，在食任何益生菌補充劑之前，係要先問醫生，因為少數情況下，益生菌係有機會引發感染反應嘅。如果你有腸縮或者腸道手術歷史，係需要特別注意增加纖維嘅方式，唔好自己亂試，係要喺醫生或者註冊營養師嘅指引下進行。藥方面，如果你係長期食止痛藥嘅，某些止痛藥係會損害腸道黏膜嘅，但係我一定唔係叫你自己停藥，係要同你嘅醫生傾，一起諗有冇可以調整嘅方案。自己停藥係非常危險嘅做法，絕對唔可以。養係養，治係治，搞清楚。木耳要點浸，燕麥要點食，魚係點揀。講到食法，有啲細節係好多人唔知，但係好重要嘅。燕麥最好係用熱水焗。焗足10分鐘，唔需要一定要煲足。你用杯熱水焗住燕麥，放10分鐘就可以食，方便快捷。如果你係老友記，牙齒唔係咁好，可以煲軟一少少，加少少鹽或者少少糖，跟你自己口味。番薯最好係蒸，唔好煎，唔好炸，蒸熟就夠，營養保留最好。黑木耳，如果你係煮緊菜，加埋木耳係好嘅選擇。木耳入面都有好的多糖，係益生菌食物。但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安全提示，乾木耳係一定要在食用前浸發，但係浸發時間唔好超過1個小時，特別係天氣熱嘅時候，過夜浸嘅木耳係非常危險嘅，係會有細菌生長，產生毒素，係有記錄嘅食物中毒案例，嚴重者係有生命危險。所以記住，浸木耳30分鐘到1個小時，浸完立即煮，唔好過夜浸，唔好係熱天下浸太耐。亞麻籽一定要磨碎。整粒食等於冇食，直接通過唔吸收。買磨好嘅亞麻籽粉，或者買整粒，自己用磨碎機磨，加落粥，加落燕麥食。一日1湯匙係夠，多食反而可能引起腸胃不適。益生菌補充劑跟晚飯後食，跟食物一齊食。
保護益生菌通過胃酸，揀無糖款，揀係冰箱保存嗰種，通常係活性更高。加纖維係要慢慢加，第一個禮拜係每日加少少，唔好一下子大量，否則放屁脹氣係你自己困擾自己，唔係食法問題，係加得太急。易經復卦，7日來復，養腸係需要時間嘅。易經有一個卦係我特別喜歡用嚟解釋養生嘅，係復卦，係地雷復，是11月之卦，係最黑暗嘅冬天過後，第一絲陽氣剛剛萌生嘅時候。復卦說7日來復，天地之道，周而復始，復而後乃亨。意思係恢復嘅過程係需要時間嘅，係需要條件嘅，係按照天地自然嘅節奏嚟嘅，急唔到。最黑暗嘅時候過去，第一絲光係嚟嘅，但係慢慢嚟，係一日一日嚟，唔係一夜之間。你條腸道係你用幾十年嘅飲食習慣係咁傷嘅，唔係食3日益生菌就恢復嘅，唔係喺1個禮拜燕麥就全好嘅。給他時間，給他條件，做齊菌，加糧加油，持續做，規律做。通常有人話係3個禮拜開始見到大便改善，係6個禮拜開始覺得精神好咗，係3個月之後皮膚關節慢慢跟住有改變。每個人係唔同嘅，你嘅條腸破壞嘅程度，你嘅年紀，你嘅生活習慣都係影響時間嘅，但係方向係對嘅喎。只要方向係對，只要你係持續做，恢復係會嚟嘅。復卦嘅精神係唔係強攻，係等待中，配合天地之氣，讓陽氣自然回升。你給條腸良好條件，你給益生菌食糧，你給腸道細胞修復材料，你身體嘅自癒力係會做剩餘嘅嘢。你唔使逼，你唔使快，你唔使一次做晒所有嘢，你只需要方向對，然後持續。你唔好等到行唔到嗰日先嚟後悔。我係道說這些嘢，唔係為咗嚇你，唔係我嚇你，係事實係咁。你見過唔見過有老友記係70歲、75歲，突然間係1個月之內，好快就係要人照顧，係要坐輪椅，係要住老人院，係因為跌倒，係因為一場肺炎，係因為一個本來控制到嘅病突然失控。唔係佢唔夠運，係佢條底係太薄咗，薄到一個衝擊就撐唔住。底就係你條腸道嘅健康，就係你嘅氣血，就係你嘅免疫力，就係你嘅整體炎症水平，就係你平時有冇好好養自己嘅根本。條腸係地基，地基厚嘅人遇到嘢係有根底嘅，係撐得住；地基薄嘅人一有風吹草動就係咁倒，係爬唔返起嘅。養腸唔係為咗今日，係為咗5年後，你仍然可以自己行落街市買菜，自己揀自己想食嘅嘢，唔係靠人揀。係為咗10年後，你仍然可以同老友去茶樓飲茶，自己搭車，自己去，唔係靠人送。係為咗你係唔係有一日需要開口求人幫你做，佢本來係你自己嘅事。係唔係有一日需要讓仔女放低自己嘅工作嚟照顧你，係唔係有一日要坐喺輪椅度等人推你去你以前自己行去嘅地方。呢件事唔係殘忍，呢件事係你現在可以做嘅選擇。你而家每一餐食嘅嘢，係你在為5年後、10年後嘅自己建地基，還是係在挖空地基？你自己最清楚。唔係我嚇你，係你一定睇過身邊嘅例子。你有冇哪個老友記？你望望佢，你知道佢唔係咁理想，你替佢擔心，係咪輪到你係別人替你擔心嗰個？係你選嘅。最後嘅話唔係叫你完美。我唔係叫你由明日開始大早起身煮晒一切，完全戒咗所有油炸嘢、甜嘢酒，每一餐都按照計劃，每一日都完美執行，係唔現實嘅，係你做唔到，係任何人做唔到。我係叫你選3樣，係你而家可以做到嘅3樣。選第一樣，早餐加半碗燕麥或者幾件蒸番薯，係3個禮拜之內可以做到嘅改變。選第二樣，益生菌改係晚飯後食，揀無糖款，唔係早上空肚食。選第3樣，1個禮拜食3次魚，沙甸魚、秋刀魚、蒸魚，唔需要煎，唔需要複雜。3樣係3樣，唔係30樣。先做3樣，做穩咗，再慢慢加。條腸嘅恢復係慢嘅，但係只要你開始做，你就係走緊去太卦嘅路，係由否走去太嘅路，係咁行，係咁進步嘅。中醫有句話係我最中意嘅，不治已病，治未病。最高明嘅治療唔係等病到，而係喺病到之前已經係養緊，係防緊，係守住地基。你今日養好條腸，就係你今日係做緊最智慧嘅事，唔係為咗別人，係為咗你自己，係為咗你有一日仍然可以係咁坐低，同你中意嘅人係你中意嘅地方，自自然然，無需靠人，安安靜靜咁飲一杯茶，傾一段閒話。
係呢個先係真正嘅固本，顧住你嘅本，守住你嘅根，讓你嘅老年係由你自己話事。街坊，今日你若是真係有心想養好條腸，請你喺下面留言打4個字，腸好人安，係對你自己嘅一個承諾，係提醒自己條腸好人先安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係對你有幫助，你覺得身邊有街坊、有老友記、有家人係需要聽到呢啲嘢嘅，請你轉發俾佢哋，唔需要解釋，淨係轉發，讓佢哋自己睇，或者你可以一齊睇，一齊傾。呢個係送俾佢哋最實際嘅一份心意。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唔好錯過之後每一條關於香港中老年養生、中醫食療、易經養生、長者健康生活嘅內容。我哋係一齊嘅，係一齊學，係一齊養，係一齊守住呢把年紀應該有嘅尊嚴同自主。你唔係孤單嘅，好多街坊同你一樣，食過益生菌冇效，痛過全身驗唔出，覺得係自己嘅問題，唔係，係冇人告訴你嗰個完整嘅圖畫，係冇人同你解釋清楚，係菌加糧加油呢個組合係要齊嘅。而家你知道了，行動嘅時候係而家。腸好人安，養腸同養心係同一件事。有一樣嘢係我想喺收尾之前同你講嘅，係關於你嘅情緒同你條腸嘅關係，係一件好多人唔知但係好重要嘅事。你有冇試過壓力大嗰陣個肚就係唔舒服，緊張嗰時個肚係咁抽住，傷心嗰陣唔想食嘢，個肚係空空嘅，但係你就係唔餓。呢啲唔係心理問題，係你條腸同你個腦之間嗰條無形嘅橋樑係咁運作㗎。你條腸道入面有幾億個神經細胞，係多過你條脊椎嘅神經細胞加起嚟。所以有人話條腸係你嘅第二個腦，唔係比喻，係科學。你心情不好，腸道受影響，消化變差，益生菌活躍度下降，炎症因子上升。你條腸不好，腸道送信號去你個腦，你個腦收到信號，你開始情緒低落，容易煩躁，睡眠質素變差，清晨醒來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，係一個循環。腸影響腦，腦影響腸，兩者係互相連住、互相影響嘅。中醫幾千年前就知呢件事，《黃帝內經》話脾在志為思，思傷脾，意思係過度憂思係會傷你脾胃嘅。過度憂慮係一種情緒，但佢傷嘅係你身體嘅消化系統，係你條腸。所以養腸係唔止係關乎你食咩嘅問題，係同你嘅情緒管理、你嘅睡眠質素、你嘅生活節奏都係有關嘅。你每晚幾點瞓覺嘅？夜晚11點到凌晨3點，係中醫所說膽同肝嘅當令時間，係身體自我修復嘅黃金時段，而腸道修復亦係喺你瞓覺期間進行嘅。你長期夜睡、長期失眠，係等於每日叫你嘅腸道工人唔收工、唔休息，地基修唔成，第二日又繼續破壞，係冇止境嘅。所以養腸嘅第4個要素係我冇列喺菌糧油入面，但係同等重要嘅係規律睡眠，係夜晚11點前上床，係爭取7到8個鐘嘅睡眠，係讓你嘅身體有充足時間去修復你條腸。做唔到係我知唔係咁容易，但係可以慢慢移。今晚12點半先瞓嘅，下個禮拜試12點，再下個禮拜試11點半，係慢慢移，唔係一下子跳。同樣重要嘅係壓力，長期高壓嘅狀態係會直接影響你腸道蠕動嘅速度，影響你腸道分泌嘅消化液，影響你腸道菌落嘅平衡。點減辣？每日出去行30分鐘係最簡單嘅一個方法，唔係跑步，係行路，係輕鬆嘅步速，係行去公園，行落屋村花園，行去街市轉一圈，見光，吸新鮮空氣，同街坊打個招呼。呢個係你條腸最喜歡嘅環境。運動帶動腸道蠕動，腸道蠕動帶走廢物，廢物走得快，炎症因子積累就少，你整體嘅舒適感就係有所改善嘅。你話得閒咩？你退休啦，時間係你嘅，唔係話唔得閒，係習慣問題，係優先次序問題。把行路30分鐘變成每日最重要嘅一件事，唔係可有可無，係地基嘅一部分。係養腸也是養心，腸好則心安，心安則腸好，兩樣係一件事。你諗清楚，你係咪做緊呢幾樣？每日睇手機到夜深先瞓，坐喺度唔喐，一日多過8個鐘係坐住，成日擔憂，憂完今日憂聽日，停唔落來，飲少水，一日得2-3杯，獨居唔出門，唔同人傾偈，
呢5樣係靜靜地係燒住你條腸，係靜靜地係消耗住你嘅氣血，唔係嚇你，係叫你知道你有選擇，係叫你由1樣開始改，每個禮拜改1樣，你已經係行緊去太卦嘅路，你改得到，你有能力改，你唔係等到行唔到嗰日先嚟改，你係今日就改。腸好人安係你自己嘅選擇。